后来镜头锁登来台湾，即卖全台湾各地沙区啦，等咧大开来看南投仁爱乡的清境地区，这片樱花林讲是独一无二的哦。三种无同的品种做伙开花，有够水。伫海拔1800公尺的清境山区，视野真广阔。行入樱花林内底，三种无共色水樱花，水甲互人超凡大水淡水13天歌，互正侪民众真爱来这行搭。像这里有3种樱花，白色的是福尔摩沙樱，然后比较粉紫的是八重樱，然后跟另外一种是富士樱。樱花林管理员讲，园主当初时打造这一片彩色樱花林，就是希望清境地区有特别的旅游感受。最近喜欢追花，然后有思绪去看花，比较过就这里最漂亮。亲像都会这么水的景色，向真侪游客来这欣赏。估计花期敢若剩上尾7天到10天，想要感受清境花海水景的民众，就要把握机会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